家好，真欢喜大家来参加台文通信读册会第34回。我是领导，阁有甲我做伙主持的小甲阿明。这个读册会会逐礼拜举办这个读册会的目的，要催促大家讲台语、写台文，望大家讲家己的母语。前33回读册会内容已经整理好啊。感谢暗公才有甲咱斗起这个网站，阁有阿明小甲的录音制作。为着要搁较好催促台语甲台文通信这本册，甲前33回读册会音档做成 YT 的影片。为着要互大家较方便用手机收听，搁伫读册会的网站，互大家会使用 Podcast 来收听。网站的网链搭伫空间顶面，请大家去网站看卖。这礼拜竞选的文章第一篇：国丧日、和平日。千岛湖的联想，作者是聪美子纪念基金会。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特刊398页，线顶30期第一页。第二篇按陆神看台湾本位的心理建设，作者是单位先摆。这篇文章伫台文通信特刊399页，线顶30期第14页。无册的朋友会当伫空间顶面找文章的网链。要做伙来读册的人会使请麦，欢迎大家来斗阵读册。这礼拜读的文章有掠到几个字毋对，大家会使去网站顶悬的更正资料迄栏会当对照。感谢大家。咱即马就开始来读册。要读的人会使请麦哦。第一篇，从美子纪念基金会这篇有14趴。第二篇较短，第二篇有6趴。咱先读册，读册了后要讨论，看是要讨论阿秋的，还是要讨论文章的感想，拢会。敢有人要先来和咱做伙读？敢有人要做第一个？我先来读，连妹来洗碗。好，感谢阿秋。国丧日、和平日、千岛湖的联想。2月互台湾人第一个联想的是228。今年的228纽约也是摄氏零下25度，天寒地冻的世界，但是台湾人也是牵大牵小来参加纪念会，亲像一阵虔诚的圣徒，静静甲会馆坐甲热滚滚。这几年的228活动已经渐渐变做228运动，连228的作俑者、国民党统治者嘛要来参加。统治者知影这是时代的共识，挡嘛挡袂牢。If you cannot beat them, join them。但是问题是因来要参加，头食阁惊歹势，一边阁用手巾仔遮面砸面，讲这是和平日。几间附合因的教会开啥物平安礼拜，讲的话拢是一寡宽容、原谅、种族和谐等主题。若准228是一个天下康泰的庆祝日，今仔日伫台湾的中国人统治者虽然手中也掌握军政警告大权，但是因已经放风声讲因外省人伫台湾是一群受害者，连国民党的头李登辉嘛讲伊是受害者，有的甚至比因伫台湾是亲像美国的黑人，受到台湾人的种族歧视，甲中东以色列的犹太人
讲会互巴勒斯坦人赶落海共款。国民党嘛宣传讲互台湾人赶落海，因挂上受害者的面具，要求台湾人甲因同情，要求台湾人着超越苦难。我先念到这，多谢。感谢秋。秋甲咱读这3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我是有几个问题要甲大家讨论。迄个拄则阿秋读的头一趴的所在，迄个设施，大家毋知安怎讲。迄个书店查到的是猎死，对无？我是查到猎死。可能这书较新的款啦，现代的书。搁来算落来第3趴的所在是迄个一边搁用手巾仔热面、炸面，改成拢会使。后壁迄个规间仔符合因的教会开啥物平安礼拜，迄个符合大家安怎读？我读符合。大家感觉安怎读较特动？感到小赞。感到小赞。我的问题就以上。好。请问迄个第3趴第5节，抑个掌握是掌握吼？后壁迄几字，大家安怎读哈？掌握甲掌握，敢若拢会使哦。掌握、掌握拢会使吼。掌握、掌握后壁迄几字是，这7个字要安怎读？军警、警情到台关，还是军警警情到台关？我是拢甲读本条啊，因为迄是伊写作可能拢感性起来吧。伊军就是咧讲军人，情咧讲政治，安尼。所以所摆我会拢甲读本条。安尼合理。好，感谢你啊。感觉有种族交种族狗，敢拢有？有香口早，有拢香有。口早哦，好了解。好，感觉有。好，那么咱转落去第4趴开始，讲人要安怎会读？莲啊，足久无听你读册安尼，敢有方便？有方便则读，无方便无要紧哦。我等下较读，你先读。咱拢要读。我声音怎啊敢有清楚？第4是听是会使。OK。台湾人民族性可能有一个真可笑的弱点，叫做 Stockholm Syndrome 自虐症。认贼做父做老爸，认贼做老爸，袂拍先画书，甚至五神投地，感谢压迫者的恩德。今仔日真侪台湾人看轻家己的父母话，看袂起家己的文化，无关心家己的土地，拢是即款镜头的表现。统治者无资格要求受压迫的人民超越苦难，超越苦难的路只有一条，着大声赎罪。经过赎罪，才有超生。佛陀着先受苦，才有法度普度众生。耶稣着先死伫十字架项，才有法度教人。这个简单的道理，台湾人内心真清楚。只有压迫人的统治者天真得假毋知。实在讲起来，超越是2000万所有受害的台湾人才有的权利。
47年前228事件的时阵，台湾人就表现出因的忠厚善良，这真忠厚善良，真济中国人互台湾人收留、保护、疼惜，到今仔日台湾人的纯情亦无改变。台湾人毋捌要赶中国人落海，统治者若只有将家己，这是啊，这字我不晓读，规什么入去228的受害者的范围内，来做被贩药，是讲被贼，无法度赎出因的政权的滔天罪孽。我搁读一拍吼。另外一边的228运动是台湾的草根发出来的运动，草根就是台湾人的良心以及无妥协、无投降的精神。这边的228无叫做啥物平安礼拜，是叫做国殇纪念，是台湾人的灵魂最深的挣扎，不晓读，甲痛苦的日子。好，先读到这。感谢丹罗甲咱读的这4拍。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丹罗袂晓读的部分，敢有人会当互伊解答？拄则单独读的头一拍迄个算来上尾算起来第3段，耶稣着生死伫十字架顶，迄字是毋是顶较对？嘿，对，迄字是毋对的字。过来迄单独讲读的第2拍，第5段迄个伊讲单独讲伊不晓读的迄字，要安怎读啊？读病，敢是？我安尼读，我读规病入去，规病入去。是毋是爱变调啊？爱规变入去。规病入去。因为我毋知影讲迄病入去是一个字，还是讲规病是一个字安尼？嘿，对，安怎读？个规病这个词，敢是？就原底就是华语啊嘛，对无？华语叫规病嘛。无，这规是毋是讲规个的意思啊？全部的意思。合一个做一个嘛，就比如讲10个合作一个安尼，10个部门合作一个部门，都是规并安尼啊。毋过你若用迄个华文来查找台语，有一个规划，伊个华文是写规并安尼。所以我感觉这大家参考就好啦。就是你若要查台语，查这2个词是查无的啊。伊若用对应的华文是有啦，是有一个。毋过这个大家拢参考就好。好，以上。佫有单独讲的迄个，是毋是妥协？是吼。上尾是抓迄个挣扎来。挣扎。好，感谢小哥。我查到的是安尼，像真正有这字。真正有字。有。挣扎。伊这挣扎的讲法都侪啊。我有想着拍喷。拍喷哦，拍喷我毋捌听过，拍喷安怎写？就是拍喷是倒一个喷啊？拍 PHUN， 喷第2条，拍喷。第2条吼，拍喷。
好，还有一个草根吼，嘿，草根还是草根？我感觉爱读草呢，草吼，我感觉啦，我拢读草呢。草根啊，草根就是草根是真正是草啊根啊。啊，佫有两个变调，一个迄个民族性啊，民族迄个才拄读伫民族性，迄个我感觉爱读爱变调，迄个爱变调民族性，啊，佫一个无关心，迄个关心的心爱，我感觉无关心啥物啥物安尼变调较顺。好，以上。好，感谢两姊，感觉有好，那么感谢小嘉，感谢阿平，感谢两姊，安尼刷了第八趴，第八趴，30几档前开始哦，永安，歹势，我想要问拄啊，迄个征战，敢袂使讲无收，迄个意思敢有相像？无没收哦，因为我查书店嘛是有看到无收即个词，啊，只是毋知感觉就是意思。有完全无收，有完全相像无，我毋知，毋过我感觉无收有淡薄仔挣扎的意思呢，大概感觉咧，无收就是迄款，小可有迄款挣扎的艺术啦，啊，就是毋知影家己要创安尼，啊，就屈伫迄个所在，啊，伫遐无收，对，啊，无一个计划，无一个规划安尼，迄个感觉。目收是无方向啦，啊，但是伊敢有在拍拼，感觉是无呢。哦，所以嘛无讲完全相像你是就对了。感觉伊是无方向，啊，伫遐烧来烧去安尼，系啊。我是安尼想啊，会当搁讨论。好，多谢，就是淡薄仔底下伫玲珑说来说去。玲珑色哦，我感觉玲珑色佮有淡薄仔无共呢。啊，不是啥讲？我感觉咱莫伫迄个挣扎遐咧挣扎。我认为迄基本就毋是台语啦，迄有可能吼，咱叫迄个作者来读伊迄句话，伊可能读袂出来。嘿，所以因为迄阵的人台文无像咱即摆有遮便利的工具，通安尼一直开课啦。嘿，啊，所以可能写出来，伊无读，伊写出来，感觉迄就是台语。毋过事实上咱读无啦。啊，讲挣扎，咱书店是有查的，毋过迄足奇怪，迄真正足奇怪。嘿，以上补充吼，多谢。我若是用滚架，吼，这较有迄个感觉。滚架改成巴肚疼。系啊，滚架爱去照卫生纸哦。系啊，爱去哭。拍本啊，我感觉梁志讲的拍本袂歹啊。感觉有。多谢。感谢永安。好，那么刷来第八趴，敢有人要来甲咱做伙读？阿莲讲方便，还是有问题咧？我即马会当念啊，我即马用耳机戴，敢听有？有啊吼，安尼我开始按30几档前才开始念，吼。30几档前，从美子伫日本做6个囝的老母，几偌年毋捌家己去买一领较有正型的大衣来穿，但是20年的中间，你月日一定对有诶深水袋仔内底寄出一笔钱去全落入运动，伊诶意志诶出发点
在地草根的精神。我虽然嫁日本人，护照的国籍是日本，但是我的心灵的国籍是台湾。这个精神，互伊20冬以来一直到伊死为止，所有的感情甲理性，拢扬伫对故乡台湾的亲情甲关怀内面。日本靠近，若你头飞机场附近有一位台湾人的开业医生林德昌医师，伊叫患者叫伊林先生，毋是叫海亚士先生，嘛是一个感性甲理性拢行甲故乡台湾做伙的人。有一日，林医师伫东京的饭店食饭的时，听到隔壁桌的爸母用真亲切佮标准的台湾话甲囡仔交谈。伊虽然毋捌因，但是受到这个情景的感动，就家己先走去为这家伙仔代付所有的菜钱。另外有一处伫 shopping center 看到明明是一个台湾人的家庭，但是爸母甲囡仔拢用台湾腔的中国话在交谈。自然伫感性甲理性上，就无爱去甲因认亲，甲因当做外口人来款待。伫海外甲岛内的台湾人共款，日日也在受苦，时时在过国殇日，为着互国殇的精神深深活伫台湾人的心内。第正德牧师有真好的见解。逐年的2月28日下晡，2点28分，所有的台湾人目倒2分钟搁28秒，火车 bus 拢停步，学校、公司、食堂、办公厅拢停2分28秒。咱来支持这个运动，用安尼来悼念国殇，来提升训练咱的民族意识。还是安尼就好，感谢好，安尼好，多谢。好，感谢安尼甲咱读的这3趴。大家讲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迄个地正德啊，地正德，迄个名爱摕念正，你讲感觉有？第9趴就是拄则阿莲娜读的第2趴，头一段后壁迄个开业医生是开业，毋是开业。开业即个2个字合做伙，我查无开的音。第3段迄个白话字的部分吼，拄则阿莲娜可能是读淡薄歪去啊，是徛。我袂记你拄则读啥，因为拄则听起来怪怪。搁有讲一伊无去音啊，伊读啊。OK， 嘿，讲一趴的上尾迄字吼，款待是款待，我毋知影款待敢会使，因为即字常常听着大家读待，毋过我查到的是台 ，THAI 第7条。好，先到遮，以上。感谢小嘉，感觉有？补充小嘉讲诶，迄个款待甲款待拢会使。好，感谢。无老师请讲。我想要请教大家吼，咱公司嘛是开公司啊，所以你讲开业，敢一定毋对？我了疑啦，因为咱开公司嘛是用开的，毋是用开对嘛吼？你拄讲开嘛？以上补充就是有开机组呢。开机组就是两种差不多意思。因为反正是讲话惯势，也是讲有一个，我嘛毋知。开机组就是，譬如讲台湾台南城的开机组是啥物啊？是讲恁兜的迄个开机组是啥物人？我补充一下迄个
拄则 Bruce 的问题吼，你拄则讲开公司是用开嘛，啊，毋过开业是安怎要用开对无？啊，我看书顶伊的解说是讲头一工开始做生意，迄工叫做开业，啊，这可能这就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啦。啊，你若讲开公司，就是一般咧来讲啊，我要开一间公司，安那啊，伊有开一间公司安尼，这是一个是咧形容讲伊有咧开公司，做生意安尼。啊，开业只是敢若就是专门伫咧讲你开始营业的头一工安尼，所以可能因为安尼，所以敢若会使讲开业。啊，我嘛毋知影讲开业敢会使，因为真侪人拢会家己读做开业啦。啊，这是会使讨论的。好，以上。我想到一个词或者开幕，啊，啥开幕是开，毋是开，毋是开幕。敢若嘛捌听过开幕。系啊，敢会是讲开幕是咧开迄个幕？是开要甲迄个幕甲伊拍互开有无？牛互开，嘿，哦，对。所以我嘿，想这敢是应该拢惯势讲法啦，迄个无一定诶对甲毋对啊。要紧，这咱会当讨论，大家敢有无共款诶读法？拄则Bruce敢若有要讲话呢。要甲你说多谢尔，多谢。好，感谢。感谢大家。啊，感觉有倒位要提出来讨论？勇志无哈？我有想到迄个，我一直咧想，迄个对呾，微文迄本，伊有一本，迄本毋知啥物，乡袂记啥物名，伊内底有一个吼，就是讲迄个清朝迄阵啊，食钱官吼，啊，就是开衙门啊，是讲衙门8字开，无钱无爱来，还是毋哦，迄个开，我也想到即个尔。我嘛袂记迄句安怎讲，毋过会记诶，敢若有听过，刷落去再一拍，敢有人要来甲咱做伙读？好，我来读。感谢永安。最近伫中国什么种啊？成都发生台湾人观光客24位集体死伫观光村内诶事件，牺牲所有诶手指、画面以及贵重物拢消失无踪。中国政府对遗族的认识以及回台安葬的要求拢无合作的诚意，引起台湾人的愤慨，甚至连统治者的中国国民党嘛开喙对中国抗议。这个代志互人联想到2018台湾甲中国武断的不幸凄惨的交往的历史。这个交往史简单讲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台湾人的所谓祖国情结 obsession， 以及中国人的所谓法统道统情结。台湾人一直对中国充满天真的期待甲幻想。中国的山水特别水，中国文化是咱台湾文化的母体。这段天真的交往史是亲像囡仔在甲毒蛇做伙交往的历史。囡仔用手去摸伊、去笑伊、去抱伊、去疼伊，拢无怀疑一片的纯真，完全毋知毒蛇的加入。等到有一天去互毒蛇咬一喙，搁香搁毒，
囡仔才惊，才知影即尾毒蛇会可怕，伊是毒蛇，毋是人。所以伫即个不幸的中间，阮想咱毋若在抗议中国人，咱搁敲着抗议台湾人，抗议所有台湾主地对中国人、中国政治、中国文化的天真的期待甲幻想。咱一方面为着伫千岛湖过身的台湾人灵魂伤悲，另外一方面就爱互千岛湖岸变做佛家所讲的不归的彼岸。自阮念伊间，咱台语可能会使念做彼间。千岛湖岸毋若是内势甲近势隔离的彼岸，嘛着变做所有中国情结的彼岸，着将所有因实无健康的中国情结当中送去迄边不归的彼岸。好，我念到遮。感谢永安。永安甲咱读的这三拍，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一个所在，就是迄个拄仔迄个永安台即拍有出现真侪情节，啊，这个情节是我想是应该读做真夹甲着，心夹的夹，嘿，好，是感谢。以上好。好，感谢明。感觉有迄个维族，维族，啊，搁有一个迄个换啦，换千岛湖换，去换哦，嘿，换，啊，搁有咱搁卡着有一个吼，是毋是有一个咱搁卡着啥物，伫倒一只？嘿，啊，搁有一片的纯真，我会一片的纯真，嘿，会当讨论者以上。一片的纯真还是一片的纯真？敢会使甲？请问大家会安怎念？拄仔敢若念一片的纯真啊。一片的纯真，啊，一片敢若会使，啊，一片敢若是念片，敢若较无对当。感谢同志。搁有，第12拍第4段，台湾人一直对中国充满着天真的期待甲幻想。我是会读幻想，感觉有？我家己想要问，迄落第二拍上后一段，迄个毒蛇的可怕，迄可怕敢是华语词，还是讲台语嘛有安尼在用？可怕哦！因为我是受着恐怖啊。恐怖。在用可怕即个词，所以读起来感觉怪怪安尼哦。我感觉可怕即个词是有较迄个中国话啦，因为这词典是迄个台华有开始以后有收。嘿，伊头前无呢。对啊，所以就可怕就是恐怖嘛。这是我的想法。好，以上。感谢小刚。感谢永安。感觉有倒位要讨论呢？
好，那么咱这篇有一趴，我来好啊，即拍较短，我来做结尾。好，感谢小甲。对今年的国戌日以后，对千岛湖的事件以后，特殊要训练咱每一位台湾人，愈正台湾人，也一定会训练爱做中国人的人，愈正中国人。有一日，所有伫台湾的人，拢爱敬平，做一款人，无法度做双面人。28是台湾建国的分水岭，就是讲分水岭。千岛湖是台湾认清彼岸的所在。一日过一日，台湾人的聪明精神，以及台湾人的仁义师的草根精神，一定会复发将台湾独立出头天的草根意志遍布伫全台湾岛以及全世界有台湾人的所在。以上。感谢小甲。小甲甲咱读即趴，大家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拄仔小甲讲迄个一定会复发，敢是复发？对，我是读安尼啦，毋过去查书顶，佫有另外一个讲法是讲佫活起来迄佫活，若照字面来读就复发。我感觉读个我嘛是 OK 啊。听起来较好听啦，我感觉。人无较调有。对啊，复发毋知是啥物，复发啥物发？有一寡字本来就是真歹读，毋过小甲嘛是读了正顺，感谢小甲。感谢。双面人啊，双面人毋正人，莫甲讲双面人，甲讲双面倒鬼。双面倒鬼。感谢两字。好，那么问题第2篇，伊有6趴。好，安尼我试看觅。好，感谢阿明。按落实看台湾本位的心理建设。最近乌白新闻周刊有用几若页面介绍台语电视节目、台语商业广告、台语歌曲甲台语文化等的状况。其中对新演出的台语电视连续剧《乐神》有真肯定的批评。台语电视节目长期以来受到计划性的严重的压制甲丑化，即马有即款的发展，自然会互人感觉是肯定的进步。但是若用乐神做咧详细甲分析起来，我想真正会当互咱肯定的，只是台语节目伫黄金时段报送一点尔，其他方面，比如品质提高、制作费增加、台语发音种种，表面看来是本土化的好事大事，实际上检测是否定的成分比肯定的成分较重，是安怎讲？好，我先大家遮。感谢阿明。阿明甲咱读顶2趴，大家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敢有？无吼，我就继续哦。阿明读了真好，再落去，敢有人要来咱做伙读？我来。感谢暗光姐。台视开几若千万的制作费用，用40外节的黄金时段放送乐神。内容是啥？是真久以前中国封建封疆内面一件是是非非、鼻屎大的小事，甲现此时
咱的社会完全无关系。或者有人会讲，这是纯娱乐性的物件，未可厚非。但是台视的用意甲乐性播送的效果，敢是纯娱乐性尔？当然毋是。真久以来，台湾电视剧的内容较侪拢中国的物件，台湾的物件毋是丑化、歪化，就是无存在。甲咱伫学校内读的地理、历史内容相共，用意是要用即款下意识的心理操作，互台湾人看袂到家己，变做敢若会晓学了咱的压迫者、糟蹋者的中国，甚至进一步产生错误的认同。这就是陆性即款节目看久看侪了的效果。即款节目即马用台语发音兼歌戏本土化的伪装出现，搁较互观众看袂出伊的用意，搁较容易接受伊的影响。所以我想，陆神演出愈成功，观众愈侪，愈是负面的事。咱要讲本土化即个物件，无论政治、军事、语文、艺术、科技种种，上基本的台湾本位、台湾本体、台湾优先即个观念甲心态，陆神即项的本土化是用台湾的伪装面来加强中国本位、中国本体的心态。事实是有较输无的代志。好，以上。感谢暗公教，甲咱读即两趴，大家讲有啥物意思，还是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敢有？无吼？无说落去。伊迄个遐有一句吼，迄个啥物？有较输无？哦，有较输无？就是无较赢有啦。啊，伊怎倒摆写呢吼？嘿嘿，无较赢有。敢有？无吼？好，刷落去，剩两趴。会当一个人来念，嘛会当一个人念一趴安尼。敢有？好，敢若我袂读哦。梁志嘛还袂读。我紧去读。感谢你哦。这人一半感情较袂散。梁志是无册吼。有啦，我先来。好。咱若比较陆神甲一般台语歌曲的境界，就会当看出这点的差别。我想，伫即马台湾人所有的文化活动内面，上界有主体性的，就是台语歌曲，内容甲感情拢是正台湾人的。你敢捌听过台语歌曲捌唱黄河的水天顶来，或者造一失恋真蜜饮水死的代志？台语歌曲一直拢是咱台湾人认同心态顶悬上坚心态。台湾歌曲一直拢是咱台湾人认同心态上坚强的范围。对台湾本位的心理建设功劳真大。写到这，我想起乌白新闻内底报道的一段关于文系的故事。文系一生写1200首台语歌曲，其中互人禁唱的有1150首。国民党政府甚至将伊的禁歌改做国语，甲国语内容了后，摕来利用搁唱。这外来政权歹是歹，毒是毒，搁毋是戆，
事实文系会使讲是咱台湾人的真正影响，真罕至以上。感谢梁志，甲咱读个即趴，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提出来讨论？无吼，即趴第四抓，梁志可能看毋着去。台语歌曲捌是捌，毋过我袂记迄梁志读啥。敢有搁要讨论呢？好无？我甲伊读煞。咱若要做主人，一定爱有台湾为主的想法甲心态，用台湾做中心、做出发点、做优先来考虑咱的政治、军事、艺术、语文、科技种种。比如讲，伫台语文使用方面，咱若认为有诶字用拼音较方便，技术上较合理，应用上较有适应性、将来性，咱着爱有自信去拍破中国汉字诶限制，采用拼音字，毋通因为汉字是中国几两千年传统诶文化，死守汉字，用真济心神、时间去找、去制作汉字，伫4到2个铁箍仔内踅玲珑，结局为中国汉字纯正到底。王玉德先生诶话，无因无得揭开诶是台湾文字文化诶前途。以上，即趴大家有啥物所在要讨论？技术上，以上。技术上，我拢透袂记啊。你无读变调，你读上嘿，才变调较顺。安尼，搁读一摆互我听。技术上，安尼。嘿，对。好，感谢梁志。毋过有，好，若无，咱今仔日2篇文章读了啊。大家敢有啥物所在要讨论？啥物感想？我分享一下，就是我伫迄落边仔 chat room 内底吼，我有留一个连结，就是有一本小说叫做《罗汉门》。迄是华文的小说啦。毋过迄本册我有读过，我感觉伊写了真正袂歹。伊是写迄落阿母王朱一贵的故事。伊是甲因为迄个作者吼，伊有甲迄当阵的一寡历史背景、社会背景拢有做真侪资料的即个抄册，所以基本上伊的描写拢真安怎讲，就是互你感觉真正会当看到迄落伫册内底看会读会到伊想要描写的迄个画面啊，迄个环境。嘿，我第一摆看迄本册的时阵，就是算是讲头一摆看完全拢写台湾的故事的即种小说。我真正是看了你哭的，你知无？因为你若有读历史，就是知影讲朱一贵尾也是死嘛，就是好像送倒转去到中国遐，就是处死啊。毋过就是迄个过程，就是伊反抗的迄个过程，甲尾啊，伊互人敢是互人出卖，送倒转去，就是人就无去啊安尼。我读到结尾啊，就是读到结束的时阵，我真正哭出来，就是对即个角色，对伊描写的迄个角色，就是已经产生一种最深的迄种感情啊。嘿哦，所以意思是讲，就是伊真正是写了袂歹。嘿，推荐互大家看。我感觉就是甲后壁即篇文章的主题是有连结啦，就是讲，咱若是读迄种中国历史、中国的故事，其实我即马耍游戏也好，还是啥物看一寡 anime 还是啥，就是甲迄落《三国志》有关的，我全部拢无要看，因为我感觉讲就是
迄根本就无咱时代啊，毋是咱的代志。以前是我最爱耍的，什物三国无双迄种物件，迄种最好耍的。毋过就是我即摆看到迄种，我真正拢无啥感觉啊。若是讲看到即种在写咱台湾的故事的，我就是，伊毋免讲写了足好，毋过就是基本你描写迄个故事迄个背景，就是我就会心内底就有一种对迄个主题是足开放的，而且足想要去吸收所有伊内底写的物件，我会当读了册读了后，就是佫会当家己去找一寡譬如讲论文啊，是讲有人做研究的迄种历史的资料。安尼对我来讲，就是敢若是有一块迄落拼图的代志，我毋知安怎讲，就是迄落一直甲伊斗，愈斗愈完整的迄种感觉。以上。感谢陈老甲咱分享啊，陈老嘛真正有甲连结打出来，大家若有趣味会当去找来看卖，还是图书馆无一定嘛有。布鲁斯请讲。迄个拼图就是斗图啊，因为伊拄仔已经斗啊，就是斗啊，斗图。了解。佫一个啦，应该是机师啦，毋是起司哦。起我去查无迄个数，毋过体这是有收，毋过你若定吼，你若是两个数，你讲一个数有两个字的吼，有时咱会当一字都去查，这是一种溪课较好的方法啦。大家会当试看卖，好以上吼。好，感谢布鲁斯，嘛感谢陈老甲咱分享这本册。感觉有大家有要分享的，还是有啥物感想？阿秋请讲。佫有一本，拄我讲到迄主意句，我想到佫有一本迄落契丹灰之阵哦，想念契丹灰。你讲迄个林松文，甲迄个平埔族的迄西拉雅族的金娘，因的就是你当阵仔的故事。敢若是迄个林建炎，有迄个林建良，罗马教授迄个，对，罗马教授伊写嘛是当算讲敢若金牛因迄西拉雅族的后代来拜托伊写，拜托甲伊讲即个故事，拜托伊甲写出来。我嘛看过，真好看。所以迄当仔伊是用迄落中文写。感谢秋，是叫契丹灰之阵。嘿。好，感谢秋。伊佫有迄落变做，佫有拍做，变怎讲？用舞台剧来表现。佫有拍做舞台剧。对，迄个有迄个 YouTube 有迄个，我拄好有看到有10分钟的介绍，我是还未去甲看，是无说是看到佫有拍做舞台剧。好，感谢秋甲咱分享。赶快大家处理。这本我的册桌啊顶悬拄好有一本。陈老敢有看过？我未看了，因为之前甲朋友借的，毋过一开始就袂歹看，因为伊迄是算描写女性的小说。女性做主角的小说袂歹看，就是一开始的部分我感觉袂歹，还未看了。嘿。安尼感谢陈老，感谢阿秋。安尼。我拄则看博客来应该是买无啊，会当找看卖迄落三明册叫还是倒位，会当佫问看卖。嘿。好，感谢。感觉有，就是大家讲有啥物要讨论，还是你佫有要分享啥物册，还是这两篇文章的内容拢会使。好，那无，咱今仔日要选过后，安尼，咱读册会逐摆读的文章，讨论的意思有啥想法，会使甲你的感想发表伫咱读册会的网站，欢迎大家甲你的想法写出来。请用台文写心得，
咱即个读册会网站顶面会用直看到相关网站，有台湾小眼甲倒数的台语车帮，倒数的台语车帮有新的单元其实已经出了。台语白话字基础发音，若是有趣味要学台文，会使哪看影片，哪学台文白话字。若有人想要买台文通信30档纪念特刊这本册，嘛会使伫网站内面的关于找到要买网链。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参加这个读册会，大家晚安，下礼拜再会。好，大家晚安，再会。慢慢再会。多谢。再会，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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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